面不带一九美国客长，能客长后面话，接待耶稣法我解崩，接待耶稣法我解崩。呀休，动力，保用，呀休，动力，能力面，带努力，那个叫哪一套？你接待耶稣法我解崩，呀休，动力能力面，带努力，接待过来，耶稣法我解封，从那我解崩，封着三，呀休，动就是关系代词，那贴 pronoun， 你能力面带努力，他就是让那些他要用的人来找他，他上解封，过风，就是那个三，接待耶稣法解崩，呀休动力能力面带努力，他让人来找他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出院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，海来永永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